朋友高早，这是自由之声广播电台 FM91.5，正直的台语时间，耶！哦，今仔日来欢迎这林俊玉长老啦，哎，你这你有念啊？平安平安。咱这好消息吼，爱甲全世界的人知影。对。吼，啊，全世界包括倒位啊？包括台湾。台湾对嘛？因为台湾吼，咱是需要这个台语啊，这台语是咱的本土语言。啊，是安那才变需要，这是一定要爱。啊，因为这个母语是咱民族的灵魂啦。啊。你若袂晓讲母语，等于就无灵魂去啊。是啊。啊，所以吼，俊玉兄会使无？还是你叫阿玉啊兄，拢会使。俊玉啦，俊玉就好吼。我伊讲，这灵魂吼，爱烧斗相共烧旧啦。对。有影无？啊，咱拢是基督徒。对。哦，你是基督教，啊我。天主教同款，但是咱这灵魂吼，你看，咱礼拜拢有去教堂嘛。对。啊，去教堂，咱是虔诚的心嘛。对。啊，就是咱的教堂有诶有华语啊，啊有台语啊，这拢无要紧，因为牧师也是阮的神父。诶，阮外国神父吼，咱早期来吼，甲恁这马迄啥？马街啦，还是啥，拢用。罗马尼亚，对，爱用台语啊。这爱你来讲，这爱你来讲。100%台语啊。你看，爱用罗马尼。啊，你看咱家到即阵，我拢讲咱拢文盲呢。对啊。咱拢文盲，足可怜呢。系啊。敢若会晓听，会晓讲，啊袂晓读，袂晓写，就是文盲。系啊。啊，亲像阮咧推煞台语吼，府城区了推煞台语出台语报纸，3工无溜，单袂记哩安尼。安尼要安怎咧？啊，就溜啊。对。继续溜啊。继续溜，你看人长期吼，俊玉吼，啊俊玉兄啦吼，啊拢有咧做遮个工课啦。你讲你做即个网站吼，10几年咧，10几年。台语信望来。信望来网站。嘛有客语信望来咧。哦，啊这语言都无分什么。有台语点字咧，蒙人用的点字的信望来啊。啊，你哪有足侪时间通做遮侪代志？因为我感谢上帝，就是信望来因有开发足侪工具互我啊，我拢用工具啊，沿路做沿路困啊，所以当做足侪代志。所以我才定来你讲，我73岁哦，这工具一定要教少年的。就讲我昨去迄个台中教育大学，迄个台语系，去甲4年级、3年级的学生传授这个功夫啦。这吼，按囡仔开始教起啊。对。有一派吼，毋是讲有一派啊，有一寡人按幼稚园呢。对。为家庭出世就爱开始。出家庭出世就是爱啦。我爱讲，我上学学了迄个 LA 语，伊 LA 语伊迄个经济人吼，是阮一个李若望神父的迄个细汉的厝边隔壁朋友，伊有咧讲咧，伊讲吼 LA 语吼，因住伫美国对无？啊，因的阿嬷就是咱台湾人嘛，啊去到美国，伊即马就是讲，即个囡仔。也是因兜的人踏入着因的厝里，爱讲台语，无阿嬷也袂晓英文呐，啊华语也袂晓，啊这故事应该是要到30年前的代志啊，你甲看，啊人个 LA 到即阵吼咧电视，伊拢搁讲来台语呢。对啊。这叫做啥？深根蒂固嘛，这落甲紧甲骨落去就对啊啦。啊有一寡台湾人是颠倒反啦，阿公阿嬷毋甲家己的话教后孙啊。啊，早去对孙仔学迄中华民国语，啊，家己也讲也袂认得，也袂准，啊，害迄个囡仔讲甲袂认得。对，啊，袂准。啊，即款的阿公阿嬷社会啊，大家吼爱小可警惕一下。对。啊，所以讲吼，你即马咧做的工课，不只是即个网站嘛吼，啊，搁有网站。我拢讲，我会讲吼，一般的人。国语的应用，咱无法度，你看，咱就是可怜。啊，渐啊改倒转来。啊，阮吼有当吼，咱拢会讲这网站，人讲你是着网足济是无？我若想着这网我就想啊，毋对，是网站。来，即马吼，咱迄天我有参加你这丹夫人吼，即个新册发表。从这日本的册吼，我讲我有一本日本册吼，因迄个广播社吼，讲要摕来放伫遐吼，互人展览看啦，嘿啦，啊，咱这会当甲支持啦。啊，你甲看，这开偌济时间？要翻译这本哦，其实10年前就开始翻译啦。10年。因为我足爱日语，我啦一直伫找基督教的小说啦。是。10年前的时阵，我住波士顿，迄个拢甲赖永祥长老，就是教会史的，咧写教会史的专家，阮住隔壁嘛。
伊当时有台湾有人出华语版的陈夫人啦，寄互伊啦。伊嘛知影讲伊甲陈夫人有关系嘛。因为即个主角陈夫人，就是赖英祥顶落的迄个丈母啦。丈母，这真亲啊咧。因某就是查某囝，就内底主角啊。是。这是伊用伊即个家庭做模特儿写的小说啦。伊有分2册嘛，第一册是叫做《夫妇》，就翁仔某，台湾的优秀的青年去日本留学，带一个日本某转来嘛。所以甲伊熟悉时，伊就摕我看。我看迄个日记，我虽然是1945年6月出世，做2个月日本人，我做过2个月日本人，但是我对语言有趣味，尤其对日文啦即个我感觉日文是我所有外国语内底学的内底，我感觉讲上水的一个语言。语言会影响人的民族性啦。你讲你日文，迄个肯定甲否定，伫上尾才决定啦。我爱你，毋好欢喜咧。会使讲我爱我爱。爱stay，爱します，爱啥来，这个拢总是迄个最后才决定。所以日本人你看伊拢爱足彻底，逐项拢袂讲凊彩就咧决定。这是我即个介意即个日记愈读愈趣味所以家己学来的日记，伫即个赖英祥长老提出来讲，这华语版就是根据日文的即个翻译的嘛。我摕来甲读咧，愈读愈趣味啦。讲好开始翻。伊当时10年前的时阵，因为我的日记是学来，毋是介好，所以我找一个迄个杨东杰医师，台湾足有名民主运动，伊今年敢若97岁、98岁啦迄个。第一部夫烦恼了后，因为伊讲伊的目睭个较歹较无方便啦，所以袂当继续甲我创。我嘛无闲其他将即个停了。伊当时我翻译了后，拢随上网台语新闻来。所以足侪人原来有伫看即个台语即个小说啦。较定下就是我的学生啊，伊就去比较我即个网络的台语版，甲出版的。中华民国语版，去比较，有写论文啦所以迄当时就开始，一直就将停到走2年外停。咱迄个总会历史委员会、长老教会的总会历史委员会，甲即个台湾历史馆合作，有想要出即个赖英祥的文集啦。一群人倒遐伫讨论的时阵，我咧讲起有即本册，伊讲这嘛会使食，甲有关的文集就讲好，再搁继续这个下集，就是亲子啦，就是甲囝儿的关系，父母甲囝儿的关系迄个赖英祥长老伊讲好，伊会甲我指导嘛，所以就来翻啦翻好了后。就讲要出版啦，我甲赖长老伫想讲，到底要找啥物人出版？因为我甲万有出版社以前有出版不只，总共有3本啦。我翻译的迄个蒙人的册就讲要找伊较侪人看，伊的款的，即讲知名度较悬嘛，伫想的中间的是拄仔咱广播社的社长，去迄个波士顿。拜访赖英祥长老，就去住阮兜嘛。拄仔来去就有时间，你讲的时阵，我才知影讲，教会广播社这少年的即个社长，台语意识遐强，我阁看着即本册啦，讲这讲叶兆图大师讲台湾文学的册单内底袂使无即本，讲我一定爱学，所以就想咧，迄个决定广播社。我嘛无想着讲因会遐尼用心，即摆有一个新的迄个出版部主任黄义力，甲配合甲足好势啦无阮厝以前我嘛甲伊出几啊本册袂好势咧，我感觉足欢喜的。结果出来时阵，哇，佫足水！分做2册，2册佫我回伊出来个，伊本来上册甲下册有无变高嘛所以伊去有那个调到2本变高，安尼较好睇啦。所以这内底嘛有即个
台语华语的即个翻译对照吼，啊，就是吼，我去历史和平迄个大使伊问我讲，啊，你用21页呢？我无注意呢，有21页创遮的，啊是要创啥？我讲因为即马真侪人对台语较生疏，我有需要台语，有汉语，啊有白话字，啊教育部佫将咱的白话字甲改10%讲伊号做台语，伊要拼音汉字的，啊我嘛甲对照，因为即马学生仔伫学是学这嘛，啊过来就是讲华语，所以你即21页，你好好啊甲读好势，啊你内底要读台语就足简单啦。当然啦，当然啦。哦，这就是讲我个人嘛，也是以前嘛是顶讲一直拢用华语的嘛吼。啊，到2001年，哈佛大学开台语课，李庆嘛教授去教，我才接触咧白话字，啊才开始聊咧做这个白话字的母语的这个遐尼水的母语的这个工作安尼。哦，真欢喜安尼，你有这安尼，你看到这册你偌欢喜的呢？对啊。哦。赖印象张咯，看着接到这尔，随 email 甲社长甲迄做成两日的做甲伊多写，哇！伊感觉你个96岁的人个，亲身写 email 甲伊两个多写讲因遐尼用心，有影，到是比较足用心的啦。啊，因为这吼，是安尼用心，啊，佮册爱做水。做水引起人要看后尾的原因啦。对。吼，即马拢有重视嘛。对。嘿啊，尤其吼，咱即马吼伫推销即个台语时阵吼，辛苦啦。对。看起来是安怎会遮辛苦？我看吼，这爱听你讲来，你就知影啦。因为咱台湾人哦，足奇怪啦，读愈济悬的册，愈无爱用家己的母语写。啊，册店内底根本看无台语的册，看无几本。有，规册啊，规堆，我遮侪旧的有，新的无。所以你台湾副社旧册店，确实嘛，精神考加来。啊，有当一个你卖无一本呢？我知啊，你拢毋知呢？这有，就台湾人就是讲，电视剧牧师就捌讲啊，伊讲台湾人是世界上上奇怪的民族。啊，家己的母语的文盲上悬，世界上上悬，都袂晓母语，袂晓读甲袂晓写啦，家己晓听甲讲，伊就认为会晓。事实上，迄嘛是袂晓，嘛是文盲嘛。啊，你国语你无学波，无学遐汉字，你共款文盲啊。美国囡仔无学 ABC， 共款文盲啊。啊，是安怎台湾人无感觉家己文盲见笑？啊，因着无自觉嘛，所以即马人就咧讲哦，爱反省即个自觉啊。啊，读愈悬的人，遐个人吼，我着鼓舞因讲，你咱来用台语写。伊讲伊歪，伊无时间咯学，伊家己的台语，有时间去学英语、学日语、学中华民国语，无时间咯学家己的母语。啊，家己母语要学遮简单啊，咱拢会晓讲，会晓听嘛。啊，干那写 ABC 白话字。学会晓尔，你所有诶拢读落来啊！对。啊，你要靠汉字来读台语，真拼咧。真拼对啊，无理想。无啦，伊毋是为台语设计啊。对。基本诶生活语言无。查某嘛无汉字啊。恁因嘛无汉字，上简单诶，这就无。所以讲，有诶人讲一定讲要用汉字来写台语，我感觉迄白家己啦，白死家己啦。无写，因为足济吼。古早吼，有诶人就讲。像啊，你台语安尼拢专人造字啦，乱造字啦。但是你若讲用罗马字有伊个优点，看会晓罗马字，你个读起来音嘛啥就知影啦。对啊，啊你汉字，因进前推出台语，逐个拢造字造甲呢，你知影嘛吼？所以单类这作者，毋是唱歌迄个单类哦，伊即马住伫迄度，伫土壤度诶。伊写足侪台语的小说啦，写甲足水，因为伊用台语。用迄个汉语啦，汉字罗马字啦，就是无汉字的，你就用罗马字嘞。袂因为找无汉字，就爱放弃这段，啊就爱去换想别个汉字。所以就是讲，伊目前上成功的台语的迄个作家，我是感觉是，感觉是单位先生诶。啊，恁安尼吼，这。阁有一个好消息呢，人有读册会呢，哦，这一定爱讲嘞。你讲有读册会，讲要送5本册呢，5套册吼，要互因读呢。啊，阁来，哦，对，哦，这就敢若一个生团直直团落去啦。
吼，阮为着要鼓励大家读甲写吼，阮有用一个即个奖励办法啦吼，就陈夫人拄好间甲论文即个英文的办法啦，就是讲你读即本册吼，你读了后，你用即个共款汉话的台语来写你的心得，你投稿去台湾教会公布，有稿费。稿费。对，阮阁会将内底请专家来评审，选头5名，明年的年底，会来选5名，要来发奖金吼。奖金。吼。即个奖金我只毋敢甲大家讲偌济钱，因为阮伫无款。无愈侪钱，会愈悬。到即仔为止支持的人足侪啦。是。所以大家期待。所以广播社因伫讲的时讲，恁买即本册绝对袂了钱。会了钱。我第二就是讲，若要学术的论文，阮嘛有奖励。你着用这去写，会参加即个学术的台语学术研讨会，你去投稿，然后发表，阮嘛会甲奖励。过来，阮嘛伫鼓舞即个硕士甲博士，伊要用这做论文的。到目前已经足侪人用这做论文，因是根据日文，也是根据中华民国去的。迄个用华语要来写台语小说是足歹写的啦。敢若拄着一个讲迄个上简单的，迄个圣诞节因买一个迄个七刀米咸，转来互迄个因查某囝。老爸就讲，这就是咸。老母讲这就是枯木，即摆迄个咸，中华民国语无的音嘛，伊安怎处理敢知？伊变做咸，可以变咸，所以讲你即个台湾的故事小说一定要用台语来写，再刷拍，再刷拍。但要较会顺，而且较有迄个形就随走出来啦，因为你若读无正确吼，嘿啊。对啊，尤其即本小说我写完成的时阵，就一个陈宪国大师，台语的即个专家前辈，陈宪国嘿，伊就足好伊叫我去带因兜，我坐着答应好，因我会使向伊学台语啊。我去写这个时，伊就开始我讲拜托你甲我校对，伊是台南人，伊校对一遍了后。感觉讲想的，伊讲要搁校对一遍，总共校对2遍。伊是台南人，所以读台南的故事。这较有感情，较感情。唔要紧，伊叫我要甲台南的台语。甲透南对对，互大家读起就感觉这就是台南的故事安尼。因为咱这罗马字你若有腔口透过这个罗马字的注音，腔口搁较明显的。对。咱即个文字，要当作文字的时阵，一般所有的国家的语言，因拢会选较侪人讲的腔口，当作文字。你要读的人会使根据家己的腔口，你要讲话会当根据家己的腔口，大家互相尊重，即个语言才活会落来。所以讲，即马咱台湾早期阮的传教士早期的时代是拢用厦门话嘛，伊当时厦门话足强，无毋对，所以逐项拢用厦门话，迄个圣经伊嘛用厦门话嘛，就是圣经啊。但是渐渐了后，即摆厦门人嘛无伫讲厦门话啊，厦门话和咱台语拢差不多。无啦，有10%无共啦。10%无共。10%因无牵手啊。因无乌多歹啊！因无迄种较特新的。咱的一个语言，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地区，一定会形成一个伊的特殊的所在啦。厦门话本来嘛是泉州甲漳州的人去遐做生意，两个套揽了后，才食做一个厦门话嘛。厦门话有小仔较偏泉啦。来到台湾共款呢，漳州人、泉州人来台湾斗阵。伫遮伫开发嘛，伫遮伫生活，语言就互相套揽嘛。即马教育部去迄个田野调查起来了后，知影讲台湾目前的普遍腔，较侪人讲的，就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啦。所以你着较少人讲的，你共款伫文字上，你爱尊重讲咱是要做文字，要较侪人读的。
对。哦，啊，你家己要读无要紧。日本共款，因用关东腔做因的迄个普遍腔。啊，你关西的人，关西人共款会使讲伊的腔啊。哦，你讲识底路，啊，伊讲识倒路，共款啊。即个互相尊重，啊，即个语言就会渐渐进步起来，毋是讲互相打击啦。哦，有个人感觉讲人腔口无共，讲人毋对，我感觉无啥好。这毋是，我拢话讲人迄腔口无共对，爱尊重啦。对。哦，诶，啊，文字就爱一致啦。大家写出，大家毋知看。对啊。但是我是吼较毋甘是啥，你知无？咱教的公报是啊，咱伊这罗马尼教罗嘛。教罗是已经百几年啊。对。啊，咱的政府是安那无要安尼照咱的教罗安尼直过来演算，啊，再来变做台罗，迄对吼读的人偌痛苦呢。这咱来了解统治者伊的心态，就是歹互你继续。我较早去做录音社，我是毋是用华语版的迄个罗马尼咧翻译姓？吼，你认嘛？咱若是迄个台语，就是你 LIM 嘛。啊，咱若是迄个华语的是 LIN。你敢知影我读罗马尼偌痛苦？我实在无彩我咧推说，我实在是真含慢的。为啥物话？迄去用迄个人讲的个毒素伤济啊！我透蓝着我足火气，你知影无？因为伊迄个华语，华语是满洲的啦。嘿啊。吼，啊满洲的摕咱汉字去啊。是啊。啊无的音，无的字，你就摕来斗啊。是啊。东西是满洲的，你敢知？是啊。咱讲物件嘛。系啊。啊，因就是东西，啊，就摕一个汉字东西来斗啊。哦。啊，我的你的嘛是，那是满洲的啊。咱拢讲嘛对。啊，伊去甲伊无啊，伊拢讲啊，就摕一个目的的来斗啊。迄完全无意思啦。咱迄个是目的的嘛，哦，的确的啊，爱甲摕来当做啊。哦，所以咱来了解，因尤其因足侪迄个录音入声无，你细汉嘛无互伊有即个迄个音素的记忆，大汉了后，即摆少年囡仔讲哇，伊袂晓我，哦，声音伊袂晓声音啊，这就是伊无接用迄个音素，伊就会无去啊。哦，啊，伊无入声10箍，迄个10伊10袂起来啊。所以我去7-11买物件是买报纸，偌济钱？10箍。啊对啦，伊我就有哪甲教10，喙啊合着10，伊发正确了，我10箍才回啊。这就叫哎，足欢喜。伊讲哈，爱安尼才对啊。伊讲因老爸嘛安尼讲，啊，但是伊才讲袂出来。就是去北京去中毒啊！去中华民国去中毒。我甲你讲吼，这我甲你报告。我捌伫迄个伊甸基金会吼，我去教迄个大同眷村，迄中辈，啊，迄中辈因是安那要开一个课，啊，拢差不多7、8个尔。因为吼，因需要迄个中辈是，因迄眷村拢人讲讲外省的啊。啊，因为吼。因要含即咱遮要去买物件，卖啥会哈？人听无啦，啊伊啊音吼，因的迄个音吼，教袂啥调咧，台语音拢教轻啦。我知啊，伊就无迄个细汉就无迄个音素记的啦。啊，我就甲一个大哥讲，我讲吼，你去买物件，就是敢若7啊啥，你买物件，你爱台语发音，人就甲你回台语。对。就讲，来头家互你走，哦，伊就讲好，走偌济，啊，就钱就出来就台语的。我讲你袂使讲，老板给你找，人就无咧插伊啊，就华语就转来啊。不管是你会晓台语华语，这就是你的基本，你爱啥物语言出喙出来。我咧讲母语才活出你家己台湾人的经验嘛，会自尊才有啦。对啦。哦，啊你讲家己语言就歹讲，我讲一寡遐立法委员。头到尾讲台语，甲发言，因惊就惊死，较欺负你。李文正议员有做着，哦，伫台南安尼，但是伊互认为讲伊是无正常的咧。无啊，即摆咱以前就是中华民国语政策，国语政策害死遮的，台湾遮袂好势，袂和平，主要就是咧安尼。即摆有一个叫做国家语言平等法，平等发展法啦，就是讲你各种语言拢会当。阮讲就对啦，你袂使要求我家一定爱讲你的话啊。哦，是。我感觉这足好个啦，大家来拍拼吼。拍拼。我讲吼，我上早接触即个罗马尼吼，因为阮毋是，阮虽然阮老爸吼，阮姓潘，我含迄个
富城区这店判大，因迄是玻璃爱兰人吼，迄种原住民判无共。阮是福建来，阮老爸是读泉州高中，啊，就是算人讲讲下门遐来，但是因为阮囡仔伫台南，足早阮就伫台南有做生意，做饼厂来讲，我就细汉就听迄个辣子药，听迄个曲盘，吼，啊讲台语话。所以我这拢毋免去学，拢是自然的啦。但是我知影有腔口，因为我囡仔10岁以前我住台北，迄腔口吼，尾后拢会走出来。说买柳啦、盘啊啦、读书啦、啊读猪啦、猪啦吼。迄无要紧，迄足水的啊。嘿啊，每一个语言拢是世界伊联合国肯定讲，每一个语言拢是人类的文化资产。袂使学无去啊！对啊，我若咧讲，人就讲，你讲毋对，我讲阮伫倒个学趣味的，咱甲点做讲我这是趣味，无拢甲咱踢笑呢，会话敢笑呢。对啊。嘿呐。咱台语伫世界的语言学内底，像讲即个，阮波士顿遐麻省理工 （Massachusetts MIT） 迄间学校的语言学家，伊就讲去研究了，讲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内底会变调，佫变甲足有规则，就敢台语尔。伊讲恁台湾人有责任甲即个人类的文化资产爱甲保留落。台语有音乐性呢。啊？音乐性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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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水的呢，音乐性啦。哦，你要来去倒位啊咧？安怎对到这音乐性安尼吼吼。迄个变调啦，敢若你唱音乐共款来变调，升记号、降记号共款，你来变落去时就足水啊。哦，就讲我的名叫林俊玉，即有变调啊。你若照我定的是林俊玉啊。哦。迄着林俊玉，这要得来爽，对对。啊，所以即个变调。英准英嘿啊。对，最后一句无变。对。头前的拢会变调，变甲足水的。我你学人较辛苦呢。对，无要紧。其实你已经细汉有记忆个袂艰苦啦。对啦对啦对啊。你爱想讲你是摕一个文字的符号来甲你做记号，做即个声音的符号尔嘛。吼，所以你着照安尼，我嘛是安尼学起来啊。爱有要领啦。你着遐想每一句也是一个词，上尾字变调，头前拢爱变。你讲你是潘正德。潘正德嘛。若照讲迄阵潘正德啊。安静嘛，嘿啦。袂讲潘正德，拢变做第7条哦，足水的啊。对对。嘿啊，这也是爱逐工读、逐工听、逐工看。本来母语是你的生活语言嘛，咱是叫中华民国语，得甲无去啊。这语言的转型正义，咱嘛去遐要求啊。这吼，因为我有讲我较早进前做录音社嘛，就讲我迄个罗马尼是华语的。因迄个马来西亚遐，迄早期拢漳州的去遐移民啦，算讲迄个战争的关系啦，都移去甲遐吼。我有一个人客吼，伊查某囡仔嫁查甫的，就我要换护照。我第一摆看讲，你这毋是咱台湾人哦，因为蛋伊写 TAN 啦。蛋早是台湾人啦。对啦，因为咱知嘛，咱当初咱的护照 CHEN 嘛，我讲，你这毋对呢，你这来 TAN 你是倒位啊人？我甲问，伊讲阮拢伊讲伊福建，伊即马伫马来西亚第几代，伊才咧讲互咱听，这是我上早的记忆。对，人马来西亚人就会尊重人的语言，是安怎中华民国袂尊重人的语言？嘿啊，这足苦的啊。对啊。哦。所以伫推送的过程中吼，辛苦吼，会足无奈无。所以我的护照嘛，已经去改林俊玉啊。拢改会使。下足侪精神啦。无啦，若当初吼，无。当初时代哦，你若咧申请的时阵吼，写有好势吼，无伊会甲你写别名。无别名两一回事啦。就是讲你护照面顶的名，伊一定照伊中华民国语的发音伫甲你做啦。伊无要互你照台语。即马会使吗？即摆无啦，即摆渐渐会使，你也摕出足侪证明啦。证明，好。摕出足侪。无申请的时阵写出来吼。袂，伊袂甲你接受啦。这是甲伊改啊。改，我为着这嘛，加甲伊补一2点钟啊。
啊，这就是安尼，家己要爱什么坚持，家己要过什么生活，咱家己爱去争取。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家己要争取咱家己爱去争取，吼，要互三。呼吁遐读较济博士博遐的人吼，拜托咧，莫阁只敢见下载拢中华民国文，吼，啊无要写台语文，这是足可笑的啦。啊，恁即摆的计划吼，你这是你翻译台语的第几本啊？翻译台语应该是算第一本啦吼，啊，但是我伫网络面顶是足济啦，这是正式出版第一本啦。啊，以前拢出版迄个中华民国语，我做关心亡人的事工嘛，啊，所以我伫木光从事旷野出版社就出10本，啊，远流出版社就要有出3本嘛。迄个男高音的安德烈波切利迄个哇，迄个传记是我发的嘛。哦是，啊所以你即马讲来就开始要来做即个这。这第2本嘛，这第2本其实拢差不多共时啦吼。啊，阮有一个团队嘛，啊这个阮遐有一个迄个无爱出名，爱出钱，无爱出名吼。伊就。这足重要，这嘛足重要。伊知影我即出做台语圣经咯，赛者伊感觉伊做啊足好势。伊才发现讲，伊伫读册中间有一本叫做《Through the Years with Jimmy Carter》，就是规年甲吉米卡特。吉米卡特总统嘛吼。做伙领袖啦吼。啊，我以前用吉米卡特啦。人讲你台语的时阵，读做吉米卡特啦。啊，甲吉米卡特就差足远啊。啊，所以阮即摆所有的原文。拢用原来的文啊。吉米卡特就吉米卡特。因为我的名你若甲翻做汉字华语了后，搁甲翻做台语的时阵，迄音拢走去啊。所以阮即本册内底开始，就将所有的人名地名拢照原来。无人毋知伊什么人啊啦。对。啊，阮后壁有附一个对调的，另外的附录啦。附录。有做即种工课。当然啦，这阮为着要讲实在哦，要改变，要革新哦，无遐简单。当然啊。啊，你袂使无代无时间改啊，人就吉米卡特，人是足熟的啊。对。啊，我有一个对照表的时阵，人就知影讲吉米卡特，咱伊就原来英语是吉米卡特，啊，我嘛创一个罗马字的读音啦，这对照表，互大家渐渐来习惯，莫阁为中华民国语的汉字，就讲迄耶稣，人中华民国语翻甲足好势，耶稣啊，就照原文啊，问题来甲台语变耶稣啊，雅各，雅各，现在野各。足接原文的音嘛，啊问题你雅各读做台语变雅各啊，雅各啊，啊人就看无啦，你就共改名。对啊，就袂使啊。台湾人。所以我也是感觉名词吼，亲像咱足侪日文的物件，对。古早咱细汉拢日本的，啊无咱就听无啊，看无啊，共款啦。这就是名称，人的名袂使互别人改，啊剩的就家己来迄个翻译。所以阮的波士顿，阮台语即个团队，阮已经有共识，甲台湾真侪人拢有即个共识，就是人名、地名，莫去共改啊，爱尊重人啊。啊，你这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呢？有啦，会继续落啊。继续落。就讲我的名，我若写汉字，人拢会叫我林俊宇啊。我拢会用罗马字林俊玉啊。你一定爱读林俊玉啊。你的坚持也是有伊的要义的啦。对啊，这真侪人安尼啊！你毋坚持，你就是互人打做涂骹伫打，你嘛要感觉讲感谢你，对，真侪人去用打甲安尼来感谢你。啊，所以即摆就是讲，即个物件就是咱台湾人家己爱有觉醒了后，共同拍拼落去做啦。所以伊直直靠人来斗阵来做遮个代志。即摆拄真侪人拢会认同啊，会活来啊。啊，若公报社嘛是有支持啦。啊，就甲你讲，这两本册就是迄个社长，新的社长吼，伊甲阮查某囝差别册会俩。啊，伊即摆出来较大本有好处是啥？较大字啦，即摆大家目睭歹啊。对啊。较大字啦。无，伊当然啦，较大字我嘛讲莫创伤细字哦。较大字大家无好安尼。我大家电脑看伤济吼，目睭歹安尼。爱看到真。即摆安尼这看
看起来看起来是已经真好势读啦，足侪人读甲欢喜甲。是啊。哦，我有足侪迄个日文，你讲爱迄种什么话故事的者，我有几千本以上呢。我知。我最近吼，旧年底吼，有一个白色恐怖，我的忘年之交的朋友张大邦先生，伊过身吼，啊伊遐有差不多200本左右吼，我就甲伊接收啦，甲因囝买来，啊迄拢台湾意识的日文呢，哦，出有够济呢。因为要做代志足济啦吼，啊像讲你讲遐当然真好，最后就是讲。原来爱有哪换气，爱有读者啦，哦，你册出来爱有人买啦，啊，无你也袂巧伊啊。你较需要什么迄个故事？我即摆计划是，其实即个陈夫人哦，这是台南的故事嘛吼，啊是利用老家因做模特嘛。对对，老客全先生。啊，迄个什么人？王玉德。大家拢捌嘛吼，即摆嘛一个纪念馆出来吼。王玉德的自传内底，伊有写讲，伊就伫叫陈夫人的查某囝嘛。哦是啊。你敢无读？伊自传有无？知影。听讲台南你共，是啥讲你共介绍、你共介绍的人，拢会讲这啊，吼，啊，其实伊就是嫁赖印象长老啦，赖印象长老娘啦。哦。啊，伊即个赖印象长老娘就用日文写，哦，因妈妈日本人嘛，袂台湾，啊，用日文写，啊，有写日记嘛。啊，伊甲王玉德通笔通足济，啊，但是因阿公反对了后，因就互双批退回嘛。哦，啊，退回时，啊，迄个王玉德，迄个뭐야，赖印象长老娘，写互伊的批，伊退用，伊所有留地，啊，伊拢甲囥到门床骹啦。啊，7、8年前过身的时阵，查某囝拢甲找出来。哦，遐拢是宝贝啦。宝贝着啦。啊，落尾伊迄个王玉德的批虽然退回，但是伊走路嘛。对去日本。逃亡嘛，啊，所以遐拢无去啦。啊，但是因断交了后，伊还阁写3张批啦。啊，批拢用迄个古纸的500字古纸写。有一张是。有一张批11张啦，啊，另外一张批写11张。9张，另外一张9张，啊，另外一张7张啦。文思泉涌有啊，伊就是一直讲，咱着爱反抗即个封建的即个教条啥，哦，意思就是讲，你着爱对我给我对我造枪，还阁要足糜烂的啦，哦，啊，最后即摆即个伊的日记。以前伊在生的时阵，就叫我甲翻做华语嘛吼，啊，所以阮才有继续伫文集内底有可能伊的日记会先翻啦，吼，啊，那迄个遐个批吼，会牵涉到一寡有隐私的问题，可能会较慢啦，嘿，啊，所以日本的物件，啊，过来真正的陈夫人，甲因翁，因两个通批。用以前叫做剪贴簿哦，遐厚的剪贴簿拢大个，好哦。所以因即个家族对文学的起落势，家己本身拢有存拢有存在。哦，啊，因迄个陈夫人要过身的时阵，话交互赖印象长老嘛，啊，遐我一定拢抄见拢整理出来。哦，因咧写文嘛，写啊足水的啊，尤其因有人写话用英文写，因日本人嘛读英语嘛。啊，即个陈夫人是迄后尾仔嘛，甲几个迄个咧青山学院，拢保存保存出来。遐我想可能国煞咧工课，我有闲才开始有哪整理啦。啊，较歹就是因拢用手写的，要手写话写啊足错我的查某啦，啊，着看久着知影伊即话是咧写啥啦。啊，你若感觉讲有较有价值的出来要甲。即摆日文要翻台语，对我来讲其实简单。哦，啊，你有闲你也来找我，我也有足济。英语哦，我为着翻译一本哦，我去遐创一本底英语试着变台语。哦，是哦。啊，即摆是华语变台语啊。哦。啊，即个问题就是讲，我拄开始翻的时阵，有当时爱查迄青字生字嘛。即页查好了，现过页。伊捌我毋捌伊，啊，着搁爱查，所以我即个拢摕落了，所有的青字规个拢替我翻好。安尼这入门着愈简单啊，着。差不多甲我省50%的时间嘛。是。所以我速度会足紧嘛。啊，你嘛安尼帮助者
毋捌的人去读这册，安尼嘛佫较简单，对啊，因为你家己了解即个过程啦。对啊。哦，像讲今年的3月4月，咱周文文教授有去波士顿去开迄个越南语的会议，去我遐嘛，我就带伊去。咱有一本足有名叫《湖滨散记》，有。这本册。恁即摆翻出来吼？还没有。我叫我讲，这本册迄个湖滨，我咱胖就是伫阮隔壁，阮驶车到15分就到啊。迄个森林。对，迄个湖，有足水的。我定人家来，我拢带伊。阮这做媒人咧，少年时代读哦，大家拢足向往的。其实你即摆你即摆甲读咧，到尾伊毋知你翻啥沙漠的吼。阮会阁用足侪精神吼。伊周文文教授就讲，世界名著是安怎无台语版？哦，是哦。所以我就甲讲好来，咱来用啦吼。我就是讲了后尔，半年我就用我迄个两块线啊转，转，你就牵起来，再来修就对啊啦。阮了个一个宋丽萍长老，就是即本册的翻译吼。宋丽萍长老，哦，伊台语嘛好，华语嘛好，英语嘛好啦。尤其遐个囡仔拢伫美国出世的啦。哦，因若有啥物较深的问题，问因遐囡仔拢会知嘛。所以阮的翻译一定会较接近原意啦。阮有用心，毋是讲安尼好来较安尼就好。即摆伊可能嘛爱用1年的时间去有哪去改我遐个啦。哦，有哪去改我遐个。但是我会记得迄个张春红，伊进前吼，我台语的伊翻迄个啥预言，预言。张春红啊。张春红。红红的红。张春黄，伊有翻译台语的是迄个预言，预言，就是迄个一篇一篇的故事啦。有诶，伊有翻译呢。其实即个《湖滨散记》吼，我嘛错一条。讲高雄已经有人出册出来啊！出台语吗？台语的台语版啊！因为《湖滨散记》是即个情景啦，敢若看迄个名吼，迄个作者嘛，迄作者写。Henry Thoreau。咱翻译啥？翻作Thoreau，Henry Thoreau。嘿，咱拢爱即个网土共款啦，所以有人对即本册有伊个爱看啦。你讲华语伊甲翻译啊，那是啥？咱拢我有10几种版本对。中国有3种，我即马目前收到的。哦，所有的拢根据伊的原版啦，原版无 copyright 啦嘛，互伊原来写的。即美国嘛有10几版，就是拢替伊注解的。哦，每一个人会读会了解无共，所以拢有注解嘛。我听拢会收集来参考。我想到伊嘛有翻译《小王子》张春华。小王子，我讲哦，小王子这全世界语言拢有咧。咱台语的拄仔伊有翻着。但是好歹毋知啦。迄吼，我讲吼，有一寡物件，中国4大名著嘛，当去遐翻呐，什么《红楼梦》啦。哦。这迄个精神可嘉啦。所以我叫因联络迄个已经翻译好迄个。落尾才知影讲是陈金华老师的学生，伊伫遐学台语学了，有法度去翻呢。伊是阿妈总出版界买册，去阿妈总买，你敢知？所以我已经有看到迄个册啊啦。我希望拜六去，我会当甲伊来分享啊，是叫伊请伊来，就是讲鼓舞伊来加入这个团队，因为台语帮这个人，我问无人捌。毋到尾才知讲是陈金华老师去伊遐学台语，即下讲嘛有兼伫做台语教师，伊遐有勇气去翻译即本册是足可嘉的啦。对啊，人伊嘛有意思，就是传承感觉看会到讲伊佫足勇敢的，伊是用台英对照，台语英语对照哦。表示讲翻出来的台语伊加负责啊，伊就有英语对照。是哦，所以我拜六我足希望会当甲伊见面咯，会当甲伊。敢是咧高雄亲戚发表吗？伊即摆敢若伫三余书房。对，伊敢若10月10几嘛，我已经要转去啦。所以拜托伊安排哦，也希望会当甲伊见面来哦。所以我讲哦，你袂孤单，
对啦，我你讲这愈行愈快。你袂孤单啦，咱就是有一阵吼，就是望讲咱的语言莫消失啦。我前工去参加迄个西拉雅吼，人伊颁奖迄个台湾文化奖，互即个万正益。哦，万正，就是万大啦，我拢叫万大叫惯是，因西拉雅语言的，就袂使互消失去，共款意思啊。吼，对无？咱这台语，逐工仔咧讲，若无这文字，有一天嘛是消失的，大家烦恼干呢？正确。咱大家烦恼干呢？对无？哦。遐高人拢无烦恼，遐中华民国人拢无烦恼，迄是假的，就是。我讲啦，这吼文字敢若咱食饭共款，咱逐工爱的啦。咱所以会烦恼是，所以你嘛是有烦恼，所以恁在这里真。系啊，拢袂记你几岁啊啦，袂记你老。你看吼，我今仔日摕这吼，咱这就是咱台湾教会公报社，伊一礼拜拢有出一版啦吼。这你甲看，大家哦，我用这吼来互相鼓励啦。你看，创零的年代啦，吼，谁啊，这爱有一个创意老化，创意台语怎讲？我安尼讲对吗？对啊，你著照我咧读。创意老化，吼，艺术的晚年，人讲晚年，我是拢讲晚年，安尼晚年啦，晚年啦，晚安吼。这嘛是恁囡仔就是。这嘛是为汉字啊，直接读过啦，有当就袂正确，就是人甲咱改吼有好处，改随知影讲咱讲毋对。台语佫有一个文音，家己袂困扰嘿。困扰就是读落来，互你甲看。主要就是讲会困扰的原因是因为咱无去互中华民国去独占，咱无生活化。你若生活化，定你讲，自然会晓啊。自然就是无共会啊。你若无讲尔，就用家己摇的。哦，所以你甲看，不管伊偌济岁，你甲看，伊98岁，伊搁咧做志工。对。哦，98岁搁咧做志工。这伫迄个文学馆，我迄工有去，因为阮有寄付册互文学馆嘛。因有一个是台语版25页嘛。有，我知这后壁只。这个25页是啥物？我看一下哈。一只暖的虎城，哦，暖的虎城，哦，会金就，哦，对无吼？暖意思是咧推荐推荐即个台南青少年文学读本啦，台语诗啦，即马文化局嘛是有注重啦，这也有人写，我。即嘛大部分拢用中华民国语伫写啦。就敢若一页啦，台语敢若一页。即嘛做大家投稿，大家写投稿伊就会稿源较济，因就会创2页。我吼走一个生命地图，写10几首诗吼，放在我的册内底，我拢投教育公报社的。哦，张福珠医生讲。你送我迄本我有讲。甘心诶。袂啦，我就想着阮囡仔吼，阮阿嬷吼，会一滴啊故事，其实。照老阿嬷是老母啦，照阿嬷的口气讲啊，我阿嬷对，我要请教者，咱即马这汉字，即个阿嬷，即个是妈妈，即个妈写，还是要写女里边？迄个毋对，迄个读作母，迄老母的意思。但是人因即马拢写一个阿嬷呢。就要甲你母互你乱啦。我即马写一个阿嬷，因就讲，恁妈妈写啥？我讲毋是啊，我这是阿嬷呢。你妈祖你就知啊，妈祖安怎写？伊太无爱用迄个嘛。所以我也是爱做出来啊！所以我也是爱坚持我迄个阿嬷。是台湾的台咱好的即个写这台湾的简体，伊要硬甲你定叫你一定爱写迄个繁体字啊，迄就失去咱的原味去啊嘛。对啊。对，反正就咱咧知影，统治者就想要卖你的母语啊。所以我即马咱即马来夹册，甲地图。妈就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坚持改，就莫讲甲改，袂使改。好。我本来想讲，伊公母社拢用迄个嘛。我讲我捌写这的问题。大家拢写，佫有个人咧伫网络吼，伊写啥你毋知？网络写骂人伊是骂啦，阿嬷。我讲这差甲上离谱啊啦，黑白道啦。伊即马吼。汉字告诉表示。因为想讲有掠着音嘛是啥就好啊啦，吼。嘿啊，你即马拢。安尼伫遐南北二路呢哈？对啊，咱就有工课好做，早画名才会出来。对，才有目标。我来我的时阵愈来愈少年，因为我有画名，这我的姓名嘛。
啊，其实这文本实在是也有重要啦。对人讲人拢无咧读册，但是我毋是讲因为我开册店才来咧讲文本重要。其实文本重要呢，来你一本互我，人这吼，要紧，人个有诶人吼，咱若较早诶册，人个摕着册吼，因拢会安尼来编咧。哦，册芳，这即摆是油墨诶芳尔啦。吼，因为这即摆电脑拍字啦。你看吼，册芳其实文本有伊诶重要。你文本才会当留存，当然你伫即个网络内底吼，你去家己写物件，毋过安尼较无开着足侪钱先出啊，先出先拍，阮先有网络版才有出这啦。对对。阮圣经嘛，甲阮网络拢大家改较好势啊，才会出这。对啦，安尼时阵就各种诶趣味诶代志，会来来去诶增加遮。对。哦。最后兄，你看，咱着讲着咱欢喜诶代志吼，目遮呢啦。对啊。哦，安尼赶紧，咱阁有加几落分钟吼。来，你阁有啥物物件会望？阁有5分钟，咱阁来讲一下。你有啥物物件望想咧？后摆要继续阁做啥？你甲我讲。望着即马面册不遮流行啦。是。望逐个会晓写台语诶。你有用着迄个电视读册会无？即网络电读册会无？无咧，我时间诶问题，我若无讲。你去合约？你去合约？有啦，即网络已经足侪群组伫。合约用网络是安那，因为逐个无法度抽时间嘛。你开始要学台语，你做你用台语写，你免惊讲毋对，你毋对，人拢会好意有哪甲你修正啦吼，甲你建议你改嘛，吼安尼才会进步啦。将咱的母语诚做咱的生活语言啦，吼，毋好讲一定都爱讲中华民国语哦。这是咱做一个台湾人应该有的觉醒啦。我即马吼有2个读册会，我有3个，一个是我图书馆的迄个乐活走读读册会，迄是早起，每一个你的第1个礼拜拜5早起，但是早起的时间无水吼，所以就变做讲英人啦。英人的时阵吼咧读册，其实毋是读真正册，读生活的册，有人来讲故事，我有当会去讲绘本，逐个就编排啦吼安尼。我阁有一个是当成立的。台语读册每礼拜拜六7点半到9点半、9点、10点拢无要紧，用台语的哦，台语的哦，我即摆咧讲是台语哦，是用算迄个伊讲倒算啦，倒游，算左右，1礼拜左右，1礼拜读册，一礼拜要看电影哦。台语的，迄少年人是啥？因认为讲台湾即块土地诚珍贵，春就有因10月初10伫迄个后车头对面迄个圆柏吼，因咧做啥地南洋的周年的故事，就写罗马尼哦，人的台语呢，王俊林老师，伊就安尼。电脑即摆少年人较有意思啦，就讲浙南街、台北市浙南街教因有一个厝景杂景，就是讲甲你实在情况迄个甲圣经的对话。因有一个迄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听讲是医学院的，伊来甲牧师也是讲，阮来一个全台语的厝景杂景啦。我听者欢喜，讲伊招10个来啊。所以我献10本迄个全罗马字的圣经互因。我顶礼拜我有去参加啦吼。才发现讲即摆少年人哦，因有法度100%拢用台语讲哦。有哪讲袂好势嘛？有哪吼将伊所拄着的处境，就即摆目前台湾的政治的处境，安怎耶稣来了后，科比会安怎，才会话无，才会讨论，我感觉足水的啦。因少年人自发的即款的嘛真济啦。是啊。我拄则一直讲爱呼吁，就是讲咱较有读册的人，台湾人，你莫讲一定爱去用中华民国去写啦。像讲伫迄个。Facebook 面顶你会当用台语写毋知证明你是台湾人。是啊，有啊。无人拢话你去。有啦，因即摆有当拢会安那一撮华语，下骹搁台语。对啦，安尼好啊。安尼对照搁较好。文底有真济拢歪啊，伊讲一定要用台语写。用华语写。迄题目叫出代志，迄名足水的，出代志读册会安尼，遮少年囡仔，就是因就是要互知搁来。用台语唱歌的，像阿家，无就大基的，因这落大咪的，因这拢用台语咧唱歌，
歌唱革命的，真正尽量爱学会晓白话字啦。对。白话字就是咱台语的 ABC 啦。系啊，对对对。啊，上到是对照安尼引导啦。咱人是先有讲话，先有语言，再用文字来做符号嘛。是。你莫因为无文字，就家己语言就无去啦，莫安尼颠倒法。所以你若拄着写袂出汉字的，你就用罗马字写出来。大家读落就一定拢读有嘛。所以即个的观念来当突破。对。莫讲干那中华民国字才是字，即款的人我是感觉无啥。哦。所以就是咧讲，按即个，迄个媒体啦，按即个网络啦，按即个当，安尼大家安尼才会紧啦。对。对啊。所以讲，来上尾一句，咱来毋忙遮全民就好啊啦，全民大家做伙来。嘿，台语出头天。台语出头天，吼！感谢咱俊佑兄吼，安尼费尽心血啦。吼，这是咱的日常，咱甲当做咱的日常，咱要做的，就欢喜做，甘愿收啦。好，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自由之声广播电台 FM 91.5，正直的台语时间，哟。OK。